就来看日本任天堂的电子游戏《马里奥赛车》竟然真实伫台湾来发生。就伫国道5号罗东的路段，有2台车开车窗提水球，互相夹来夹去，而且拢无拍方向灯，就来切换车道，嘛无保持安全的距离。其他的驾驶发现危险，拢闪这2台车，闪远。白色轿车就要共车一边来闪。后一秒，正边金色轿车后边上客，雄雄将头伸出去到窗仔门外口，佮摕物件去等白色的轿车，结果等无到，落伫涂骹。白色轿车驾驶敢若是想要闪，车是偏来偏去，连方向灯拢险啊袂记关。所落个更较离谱，银色轿车乘客规个点半身拢伫要伸出去到窗仔门外口，摕敢若是水球的物件去等白色轿车。对方也早就准备随等一粒转来，其他驾驶看到这个情形，行一日无着地，对好这2台车弄到，赶紧熄方向灯，要切出去外山的车道。也毋过银色轿车敢若故意讲究，完全袂记熄方向灯，就切车道。好像在玩那个马里奥赛车，会靠远一点啊，会怕被弄到，如果发生意外危险。代志发生伫国道5号罗东往所谓路段。网友讲，大即嘛是咧拍电动呢，阿太无等电动内底经电的多久？佮讲这2台车未输是小朋友咧好水，又讲这2台驾驶应该有熟悉。短1点钟，影片就超过2000人起站，也超过200多条的老人讨论甲正热。行驶中向车外丢弃物品及废弃物，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000元以上，6000元以下罚款。警方调监视器，会甲这2台车开单，也有真侪网友希望车主会当摕影片去检举，包括共调共逼车、无保持安全距离、无下安全带，也无拍方向灯等等，这拢已经影响到高速公路的行车安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